晚上好，又嚟到床邊故仔講你聽嘅時間啦。今日咧繼續同大家分享嚟自赫曼·赫塞佢嘅童話故事。咁故事個名呢就叫《王國》。咁我哋而家開始講故仔啦。嗰一個呢係一個遼闊壯麗但係並唔富庶嘅國家，國土上面呢住住一個好規矩嘅民族，性情呢好質樸，身體強健，而且呢好滿意自己命運嘅。佢哋冇好多嘅財富同享樂，舉止呢唔係特別優雅，用嘅着嘅都稱唔上華麗。比較富裕嘅隔離國家呢，見到佢哋喺呢個住住廣大土地上面嘅民族，有時呢都會有啲輕蔑啦，同埋譏諷式嘅同情心嘅。有幾樣人呢係用錢都買唔到嘅，但係呢又係人類呢珍視嘅嘢喎。喺呢個默默無聞嘅民族裏邊呢，發展呢就好蓬勃嘅喎。佢哋呢發展得好燦爛，以至於呢喺呢一個窮國呢，長久以嚟呢，雖然國力好弱，但係呢就變得好有名氣，而且受到重視嘅。興盛發展嘅嘢呢，就好似音樂啦、詩歌啦，同埋思想智慧，就好似我哋唔期待一位偉大嘅智者啦、講道者啦，或者詩人啦，富有呢個優雅而且擅長於交際，但係呢仍夠尊崇佢哋嘅資質一樣。其他強大嘅民族呢，亦都好敬重呢個奇異但係貧窮嘅民族。對於呢個國家嘅貧窮以及嗰一啲睇落好笨拙但係唔聰明嘅人啦，其他嘅民族呢就會豎高佢哋嘅膊頭啦，但係呢都依然好中意呢去談論呢個國家嘅思想家啦、詩人同埋音樂家，而且呢一啲都唔妒忌喎。有一件事，一個由來已久，同時引人矚目嘅狀況。呢個民族唔單止因為佢備受外人嘲笑，自己亦都承受住痛苦同埋苦難。就係呢個美麗嘅國家嘅諸多唔同嘅部族，由古至今都唔和睦啦，一日到晚就係發生呢個爭執，互相猜忌。就算呢不時出現一下一個諗法，而且經由呢個民族最優秀嘅男人個口講出嚟，大家應該要團結，致力於友善共同嘅工作。但係呢，一諗到呢喺諸多嘅部族嘅一支啊，或者某個部族嘅皇后有意超越其他人啦，大部分人呢都十分之討厭啦，所以國家呢始終都冇統一嘅。一位嚴酷壓迫佢哋嘅國家嘅皇后同征服者呢被打敗嘅時候啦，睇起嚟將國家帶向統一嘅時機終於到啦。但係呢，人民呢冇幾耐呢又會呢嘈翻天嘅喎。好多小皇后呢都抗拒統一啦，皇后嘅臣民呢都喺佢哋嗰度呢得到唔少好處啦，譬如官職、頭銜同埋彩色絲線。況且呢啲人民呢一般而言呢都叫做好滿意嘅，於是呢都唔係好支持改革。喺呢個期間啦，全世界呢都翻天覆地，就好似第一架蒸汽機嘅煙霧跳出嚟嘅一個鬼魂或者疾病啦，就會徹底改變所到之處嘅生活形態。全世界呢都喺度工作，冇停過，
由機器治理不斷咁樣咧推動新嘅工作，新嘅財富咧又形成咗啦。發明機器嘅嗰一部分嘅世界咧，以往咧都係掌握咗更加多統治世界嘅權力，憑住呢個瓜分其餘嘅土地啦。至於唔夠強大嘅人呢，當然會空手離去㗎。忽然之間呢，所有嘅事物啦有咗唔同嘅發展啦，向來要求統一嘅時候咧，稍嫌微弱嘅聲音啦，其實咧都冇停止過㗎。一個偉大有威望嘅國家領導人出現咗啦，因為輕鬆咁樣征服一個幸福強大嘅鄰國而實力大增啦。而嗰個國家嘅幾個部族聯合起來，組成咗一個新嘅遼闊王國。夢想家、思想家同埋音樂家嘅窮苦國家呢，就喺嗰一陣呢就覺醒咗啦，變得富庶、幅員廣大、團結一致，同強壯嘅友邦分庭抗禮，開拓咗自己嘅生涯。喺外邊好寬廣嘅世界呢，已經冇好多嘢可以竊取同埋竭力咁樣爭取。新崛起嘅勢力呢，又發覺更加遙遠嘅世界嘅嗰一塊嘅地產呢，都被瓜分咗。但係呢，到目前為止，都喺度緩慢咁征服緊嗰個國家嘅機器，嗰個智慧令人驚異咁樣呢，花開正盛，成個國家同民族迅速咁樣產生咗變化，變得遼闊、富裕、強大，而且令人畏懼。佢累積咗財富，用咗配備3倍咁多嘅武器嘅士兵、火炮同要塞嚟看守。冇耐呢，隔離國家呢就恢復咗元氣啦，令到呢新起之秀呢就覺得不安、猜疑同恐懼，因為呢其他國家都開始呢去築紮散，準備咗火炮同埋戰船。然而呢個都唔係最糟糕嘅，因為呢佢哋有足夠嘅錢呢築起呢個堡壘，但係呢冇人想發起呢個戰爭，只不過呢為所有可能發生嘅情況呢去武裝自己，因為有錢人呢鍾意睇到佢哋嘅錢啦有銅牆鐵壁嘅保護，咁樣呢都仲未係嗰個新興王國遇到最糟糕嘅事情。喺呢個世界上長期被嘲弄，同時又受到尊敬，擁有咁多智慧，但係呢亦都擁有極少錢財嘅民族，嗰個民族而家先至知道呢，有錢有權係一件幾咁美好嘅事。佢呢建設同埋呢去節省開支，從事貿易，亦都借錢俾人，人人都希望呢可以迅速咁致富啦，好驚呢啲錢唔夠多。有剪磨機或者鍛造車間嘅人，講咩都係要快快咁樣開一間工廠。原本呢就請咗3位伙計嘅人，而家呢就一定要請10個或者20個。唔少人呢好快咁樣去擴充，去到幾百至幾千個工人。咁多雙手同機器做嘢嘅速度呢越快，就能夠呢咁快咁樣聚集錢財。每一個識得靈活去積賺嘅人都係咁嘅，就因為咁樣呢，好多工人再唔係某位師傅嘅學徒工或者僱員，反而呢落入咗強制勞作同苦役之中。其他國家嘅情形都差唔多喎，車間呢就變咗成呢個工廠啦，師傅呢搖身一變就變成咗老闆，工人呢成為咗奴隸。世界上呢冇邊一個國家能夠脫離呢個命運，新嘅王國嘅命運呢亦都一樣。世界上新嘅精神同動力呢隨之而形成而崩潰。
舊時代呢，忽然之間唔見咗，古老嘅財富消失咗，佢就好似一個缺乏耐性嘅小朋友進入嗰個新嘅快速嘅時代，雙手呢都唔得閒，不停咁工作，遍地黃金。雖然成日都有人警告啦，同埋催促嗰個民族已經走上一個歧途，嗰啲人呢，亦都提醒大家回憶過往嘅時代，國家寧靜張揚嘅美譽，佢所傳送嘅精神特性，而佢一度呢，就藉住呢個理由呢去統理國事。諗下嗰啲佢哋曾經將之饋贈俾世界始終高貴嘅思想、音樂同埋詩歌潮流，但係呢，啱啱發達嘅人呢都會一笑置之，世界呢係圓嘅，不斷咁樣旋轉。如果祖先寫低美妙嘅詩歌同哲理，好好啊，但係佢嘅兒孫輩好希望向大家展示呢一個國土嘅人，亦都係有其他嘅能耐嘅。於是呢，佢哋喺幾千家嘅工廠裏邊呢，捶打、燒鍋爐，製造出新嘅機器、新嘅鐵路、新嘅貨物，以及針對所有情況而不斷製造新嘅武器同火炮。所有嘅王國同埋自己嘅百姓呢嘅距離呢係相當之遙遠，可憐嘅工人有孤軍奮鬥嘅感覺，跟住呢，就唔再諗自己嘅同胞啦。雖然呢，佢哋係其中一員，但係呢，眼下邊只係關心自己，所思所想以及所追求嘅全部都係為咗自己。以至於呢嗰啲為咗抵禦外敵而購買火炮同火石嘅有錢有勢嘅人，佢哋好開心咁自己準備周全，因為而家喺國內嘅敵人可能比外敵仲更加危險。呢一切呢，喺嗰一場持續咗幾年咁耐，令到世界荒蕪一片嘅巨大戰爭結束咗。我哋而家呢，依然呢喺呢個廢墟同屯門殘壁之間，因為嗰個噪音而失去咗感覺，為咗呢啲荒唐而憤慨，出現咗喺我哋每一場夢境裏邊如注血流嘅場景，令到我哋生病。戰爭結束咗啦。新興嘅王國呢，懷住熱情同自負上咗戰場嘅子弟呢，都好攰。仗打贏咗，贏得漂亮。勝利者呢，要求和平談判之前，喺呢個戰敗嘅民族獲得一份厚重嘅貢品。因此呢，當被擊潰嘅軍隊日以繼夜潮水咁樣返去嘅時候，迎向佢哋嘅係由故鄉開出嘅長長火車，裝載住截至目前為止嘅權力嘅象徵，要運到打勝仗嘅敵人嗰度。機器同金錢由戰敗嘅國家奔流而出，流到去敵人嘅手中。當呢個時候，打贏嘅民族瞬間呢就會諗到最艱難嘅困境，領導人同皇后就被驅逐出境，王國自行宣布自治。佢訓練咗議員，然後宣布佢嘅意願，要憑藉一己嘅力量同精神智慧嚟適應呢場災難。受到呢一場考驗而變得成熟嘅嗰個民族啦，今日依然都唔確定應該要行邊一條路，邊一個人又能夠當上呢個領導同埋協助者，只有呢個老天知道啦。佢知道點解佢透過呢個民族，又透過呢個全世界送嚟呢一場戰爭嘅損失。
喺昏天暗地嘅日子裏邊，有一條路出現咗，一條係呢一個民族必須走嘅道路。王國冇可能重新成為小朋友，邊一個都冇可能。佢唔能夠單純咁樣交出火炮、機器同埋金錢，然後喺太平嘅小城市裏邊寫詩、彈奏名曲。但係佢可以好似每一個做錯事，因為飽受折磨嘅人咁樣走上呢一條路。佢記得到目前為止行過嘅道路，佢嘅來歷同埋童年成長茁壯嘅過程，輝煌同沒落，可以回憶嗰條路上面揾到佢天生就具有唔會遺失嘅力量。王國必須好似信仰虔誠嘅人所講咁，回歸自己，喺自己嘅身上面，由內心深處去揾出佢仲未遭受破壞嘅本質。呢一個本質呢，將唔會棄佢於不顧嘅，相反，本質會贊同佢，並且會由佢再度尋獲嘅強項同埋內心深處重新開始。一旦佢咁樣決定啦，當呢個被擊垮嘅民族樂意同埋正直咁樣走上呢一條命運之路，就會有啲曾經有過嘅嘢啦，修復之後又活躍起嚟，再一次呢，佢會發展成一條安定嘅大河嚟，流入如今依然係敵人嘅世界裏邊。未來敵人細聽住呢一個大河嘅聲音之中，將重新受到感動。呢一個呢係一個好耐嘅童話故事啦，嚟自1918年嘅故事嚟噶。咁將呢個國家啦去比喻一啲人啦，佢嘅發展同經歷啦，其實都會令大家諗到成個世界嘅歷史嘅旅程，係一個好深刻嘅故事。希望大家中意呢個故事啦，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可以喺下邊留言啦，按讚啦同分享出去。最重要咧就係訂閱呢個頻道啦，可以聽到更加多嘅床邊故仔。我哋下次再講床邊故仔啦，拜拜。